花莲大地震哦，部分的民众若有经济压力、心理的压力嘛是真大。伫前线救人的搜救队员哦，嘛需要消透压力。花莲县卫生局就表示讲，需要的人哦，会当透过心情的度检来看家己情绪的状况。需要的时候，卫生局有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。 这就是天虹市大楼附近的里办公室，会使看到伫4月初三大地震过了后，伫里办公室内面，拢有一寡爱心人士有管一寡爱心的物资，要互这个灾民。里长嘛讲，望这个灾民会使定定来这个里办公室抬讲，小坐一下，互心情会使加较好的。 花莲天虹市大楼倒去，除了财产的损失，部分的大户甲附近的民众嘛有真大的心理压力。不管是对地震的惊吓，还是经济上的负担，互因对未来拢感觉真不安。被救下来的这些里民啊，他刚开始一定都是情绪蛮激动的。大家经历了02、06之后，其实都心灵难免有一些阴影。那这一次又经历了04、03，那大家的心理其实是蛮恐慌的。一有地震，马上就往外跑。那是民众恐惊到伫一线进行救援的搜救人员，除了体力安全拢受到考验，救灾过程的压力甲情绪嘛是一种凌厉。特殊队员嘛会烦恼未来会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。巨石压过以后，又5、6天了，无论是视觉上的冲击，还是味道上，甚至精神上的冲击，你都可以发现，那个其实冲击力度是有的。任务来会回想到之前当下的感受，然后可能当时的画面都会出来，可能会。 之后还要去那个心理治疗之类的。花莲县卫生局讲，有5点排毒的方式：安、静、宁、息、望，互家己加接触正面的信息，心情较平静。甲适应的人较有联络来转移压力，嘛爱有正面的希望，拢对灾后急性的情绪有帮助。我最近睡眠好不好？我最近只是比较容易发脾气。第3个呢是比较容易紧张，老是觉得这个礼拜我都比别人差，在评估自己的心情的状况。灾后民众若是有心理状况需求，卫生局内面拢有安排心理咨询师。 会使斗3工，若是出门无方便，嘛会使派专员到厝内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